人均30幾蚊，喺珠海附近尋找只有本地人先知道嘅隱世美食。究竟內地嘅消費係咪真係可以平過澳門呢？我哋今日要去嘅地方就係距離珠海關口15公里。呢間鋪我已經去咗5次以上，我覺得 OK 先介紹俾你，大家可以放心點讚收藏。搞它！哇，係都幾多人嘅喎。係啊，成條街嘅生意最好啊！第一個出場係10蚊雞嘅炒米粉。雖然唔係10蚊雞嘅炒米粉，但係食得出係有鑊氣啊！味道嚟講咧，同你哋嘅性格一樣，偏鹹少少。第二個出場喺呢度必點嘅乾撈雲吞，10蚊雞。超好食，佢係豬肉餡，而且個皮超薄。呢個乾撈雲吞推薦。呢個係8蚊一份嘅肉丸魚片粥，8蚊一份嚟講咧，如果再俾負評佢咧，確實係唔係咁公平嘅。口感非常綿滑，試下個肉丸得唔得先？都 OK，中規中矩。不過咧，我都覺得澳門嗰種感受肉丸粥好食啲。呢個就係今日最貴嘅士德蒸骨腩，38蚊。好食，超級嫩滑，超級清爽，冇任何腥味。佢所有嘢都好完美，唯一嘅缺點就係油質。你知啦，你哋班臭男人好中意食完唔甩汁㗎喎。今日食咗4樣嘢，一共消費66蚊。因為呢度距離關口咧都有10幾公里，如果你冇揸車咧，我都唔建議你特登過嚟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澳門同大灣區嘅隱世美食，記得關注我，你一定會有驚喜。